今日有位表友攞咗隻勞力士嚟維修，見到手錶嘅時候，錶鏡入面有好多水氣。問咗錶主先知，原來佢前一日游水嗰陣冇鎖緊把頭，搞到隻錶入咗大量水。打開個底蓋，可以見到成個機芯俾泳池入面啲水嚴重腐蝕咗，連螺絲同機芯夾板都生晒鏽。抽出把芯之後，將機芯由錶殼拎出嚟，因為泳池水腐蝕性好強，就連錶盤上面啲黑道位都積咗好多鏽跡。拎走咗錶針，拆開咗錶面之後，可以見到夾板兩邊都生咗唔少鏽。呢度就係拉檔夾板嘅位，生鏽情況好嚴重，仲斷咗兩個齒，已經冇辦法正常運作啦。呢粒齒輪就一定要換啦。隻錶入咗水之後，裏面啲潤滑油已經失效同變質，一定要做一次全面清洗，再重新加上新嘅潤滑油。呢啲就係自動夾板上嘅鏽跡，呢啲係擺輪部件上面嘅鏽跡，連夾板啲螺絲都生埋鏽。放鬆發條力量，攞走擺輪個部件，拆開傳動輪之後，發現啲鏽好嚴重，將機芯拆晒件，放入油缸入面，倒入洗錶油，逐件手洗每個零件，